出邊咧你打粒突動咧，多數我哋都會用激光 laser 去做，但係其實而家唔需要噶啦。呢一部機咧係咧唔需要恢復期之下咧，已經可以打到咧成塊面咧即刻滑晒個雞蛋殼咁樣。同埋完全係唔需要任何嘅手法啦，唔需要任何嘅技巧啦，基本上你篤落去有問題嘅地方撳一下就係粗糙啊、粒突動啊、毛孔大啊、暗瘡印啊之類咧，全部都可以用呢部機。話俾大家聽，呢部機咧真係一打落去咧，你第二日咧啲毛孔已經收晒㗎啦。但係呢部機咧，佢嘅勁在咧，佢係唔需要針，即係唔需要針咧，你就唔需要傷口。冇錯。唔需要傷口咧，我哋咧減免咗好多感染，或者咧減免咗咧係好多咧好麻煩嘅療程。佢話打完之後可以即刻化妝翻工嘅，亦都係唔需要痛啦。而且咧係咧即刻咧你已經見到咧好明顯效果，而且生爆骨膠原。出邊咧你打粒突動咧，多數我哋都會用激光 laser 去做，但係其實而家唔需要㗎啦。呢一部機咧係咧唔需要恢復期之下咧，已經可以打到咧成塊面咧即刻滑晒個雞蛋殼咁樣。不如俾個超級優惠我哋啦！我嗰時係買7000幾蚊，我真係買7000幾蚊㗎，我真係排住隊買。而家開始落緊單㗎啦，我哋啲客，因為點解咧？老闆咧呢啲優惠咧係限時。想知道限時優惠有幾抵？即刻喺留言區或者直接喺 WhatsApp 問我哋啦！